夢世界，如無世態，越看得真，感想越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梁繼章。平常心開始咗啦。你有冇試過帶細路仔行有啲玻璃鋪噶啦？賣玻璃杯啊，或者係賣啲水晶嘅精品嘅東西，你會好驚，因為驚細路仔唔覺意攞嚟睇嘅時候打爛，咁就要賠錢。的確，打爛一啲玻璃杯或者玻璃嘅花瓶咧係好掃興。今日故事就由呢一樣嘢開始。有一個10歲嘅細路仔唔小心咧，有一日將自己屋企個花樽打爛咗。好啦，佢媽媽行過嚟，以下落嚟我哋有3種唔同嘅處理方式。第一種 A 媽媽咧不問情由就打咗個男仔一餐啦噃。咁點啊？呢個男仔第時大個之後做乜嘢咧都畏首畏尾，冇乜出息，冇信心。媽媽咧就嘆：點解人哋個仔咁叻，我仔乜嘢都話驚，乜都唔敢試嘅咧？佢唔知道由當年打爛個花樽開始，佢已經將個仔嘅信心毀滅咗啦。好啦，第二種，媽媽走過嚟就話：哦，一個花樽啫，值得幾多錢？只要我仔高興，有乜所謂？攞埋呢啲再打爛佢。咁就弊咯。呢個仔咧變成中意掟花樽、掟貴重嘢嘅習慣，特別中意掟啲越貴嘅越好。於是長大之後呢，將屋企嘅產業完全敗光晒。好啦，2種都唔係咁好喎。第3種，媽媽行過嚟就話：點解會打爛個花樽嘅？嗱，花樽就打爛咗，但係唔可以白白打爛，你要從中檢討，吸取教訓。諗下打爛咗花樽啦，對你有啲咩啟發？好啦，呢個男仔就對住個花樽諗咗好耐，諗唔到啲咩出嚟喎。佢最後咧就執翻啲碎片，後來咧成為習慣咯。無論乜嘢人打爛咗乜嘢，佢都執起佢，攞住啲碎片細細觀察。呢一種方式造就咗一個人物，佢就係丹麥一個科學家，叫做雅各布。佢上大學嘅時候咧，實驗室又係打爛咗個玻璃樽，佢執起啲碎片，將佢分成大嘅、次大嘅、次小嘅、最小嘅4類，跟住去稱嗰啲重量啦。佢發現大嘅同次大嘅重量比率16:1，次大同次小、次小同最細嘅重量比率都係16:1，咁啱嘅。佢於是再掟爛幾個玻璃樽，再量過，發現個比率都係16:1。最後佢提出咗著名嘅雅各布博爾碎片規律啦。嗱，所以呢，一個爛玻璃已經可以令到一個小朋友有好好嘅成就噶咯。下次小朋友打爛嘢，諗諗點教佢先。平常心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寶貝，今後有太多的事情你將獨自面對，我不能永遠陪你走過千山萬水。當有一天遇到挫折，你感覺疲憊，回到家裡一定有我。